因內被馬路古城哈馬希拉多基都庫諾火山在當地時間所能載到設定42分膨化，到地上因人壽命，包括那名新加坡人跟所名因內人，而17因人血流，包括7名新加坡人，1對3因人受重傷，4因人受輕傷。當地所名強盜跟所名跳夫因為實行大登山卡，建議警區被調查，可能面臨刑事指控。我國外交部表示，正在跟印尼當局密切合作，收集相關信息，為受影響的新加坡公民跟印尼的家屬提供兩水協助跟接替。本地去年的旅遊收益突破328億元創新高，政府總在追逐7億4000萬元，在未來5年推動工業發展。我國去年接待的訪客達到4690萬人次。為了提升我國作為全球郵輪跟在興奮業跟電纜中心的地位，旅遊局跟海水局跟澳管理局正在探討在濱海灣郵輪中心旁邊的海峽間興建郵輪與渡輪綜合中心。成功輕軌車幻想列車連接南島接收軌道到左上的工艇，因為工艇複雜，施工時間必須用短，並且本4月啟動進行，8月啟動總進行半年，直到3月18號。配合工艇成功輕軌車幻想列車服務3月禮拜三開始調整，並且提供免費的接駁巴士服務。本地農業去年的蔬菜跟海鮮產量增加，生產力也分別提升10%跟27%，但是基隆產量跟生產力落後下降。食品局公布的年度數據顯示，本地去年和南北6家綠地跟海鮮農場數量比前數年的南北25家少到19家。4名一家所業主屋單位發生火患，大約10人被燒傷，50人因為外地農業被送至醫院治療。根據民防部隊提供的資料，火患在首那下午4點幾發生。事發的是4名一家在所辦53座主屋所業單位的客廳。初步調查顯示，火患可能是所業在客廳充電的行動電源所引起。由上個月1號以來，警方已經接獲最少52起多處 WhatsApp 賬號進行詐騙的相關報案，受害者損失總金額超過46000元。警方提醒公眾提高警惕。港有新聞報告臥鬧。